NCC 主委陈耀雄今仔日去到立法院做专案报告甲备询，去互在野立委批评讲，伊的报告大部分拢抄旧年的，嘛无讲到中天铁照、镜电视设立等等的争议案件。因内民进党的立委嘛关注广电三法甲管制电信诈骗的进度，甚至民众党团队要求陈耀雄的报告都要退回定下。像这种东西，这种报告可以吗？只是把所有的条文一字一句的把它放上去，干脆发个 LINE 给我们就好了。NCC 主委陈耀雄11早起去立法院，暗过阿未报告，就互立委一直批评，因为内容无讲到中天镜电视等重要案件，资讯无够，表示国会最后调回陈述清国旗，直接禁止顺达，立委炮灰议员假美。公开咨询委员会议的名单。另外，你109年的一般频道换照审查评分标准就是违反了换照审查办法。没有，可是你们却没有检讨，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。而且不要忘记了，你在当教授的时候是好教授，谢谢。可是你现在当了主委以后，真的，我认为你不是好主委。你们现在中嘉案已经开罚嘛？对。啊，为什么只有开罚卖家？这个法律规定，我说我爱改法律就是安尼。啊，歹势，因为我广播。我拜托你。台北立委陆续点出中天铁照、镜电视先设、甲三立自主中家等三大广电争议案件。另外，立委是关注广电三法甲电信诈骗的关系。民众在电话里面答复的那个内容啊 ，AI 会自动把有兴趣的民众抓出来。犯罪集团用 AI 来做诈欺，政府在防治过程要用 AI 来做防御嘛。OTT 专法还有广电三法啦，什么时候啦 ？OTT 这个法律来讲的话，因为它涉及到所谓的网际网络这个使用的部分，业者这个部分来讲比较难处理了哈。在会议进行之前，民众党伫会议搁伫议场头前举行记者会，除了爱谴责 NCC 主委陈耀雄以外，也宣布2项提案，要退回陈耀雄的报告，搁要求定写，甲要求成立镜电视新设，甲后续备案证据调查小组，要看 NCC 是毋是互政治黑手介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